明儿还有大朝会，朕便不在此饮酒了。这坛酒让料子带回福宁殿去。秀娘、灵儿，元月是后宫事最繁琐的时候，娘娘辛苦，你们不可偷懒，要照顾好娘娘。自今年起，你们坤宁殿元月发双凤。明儿朕让人手中把高丽进的参送过来，你们好生给娘娘炖汤滋补。是。走吧。娘娘，娘娘，今日慧若不回去了，慧若陪你。料子，你是哪一年开始跟着朕的？从天圣末年，朕就在福宁殿伺候了。不过最开始是跟着张茂泽，后来大娘娘薨了，朕真正开始主政。他是朕最信任的人，担负要职。皇城司内东。但是你开始战战兢兢的，摸不清朕的脾气喜好，还是什么事都要找他去问。你虽不是个多精明的，跟了这么久，这2年也不必事事都去问张茂泽了吧？朕有时也想不通，朕在你们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需要小心揣测，时时提防。若朕真做了昏君的事，便要站在正道一边，进谏、强谏乃至兵谏。起来吧，心里想什么也不是罪过。管他心里善，心里恶，心里喜欢，心里怨怼，心里忠于朕，心里恨朕，都没关系。你们都一样，只要不坏了规矩，犯了错，该在什么地方待着，便在什么地方待着。走吧，回去吧。妹妹尝尝昨儿新做的点心。宗实和涛涛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官家说要给他俩主婚。宗实哥哥和涛涛姐姐要回来了吗？慧柔，越来越没规矩了。慧柔见过姨娘子。宗实哥哥和涛涛姐姐要回来了吗？
傻孩子，他俩既已出宫，是不会再回来住了。他俩如今定了亲，便是未婚夫妇，反倒避嫌，不能一处玩了。不过再大一些，结了亲，那就永远可以在一起啦。结亲就是做夫妻。像爹爹和娘娘那样吗？对啊，官家子娶皇后女，本家是皇室配勋臣，涛涛和宗实又是从小最要好，真是一桩大美事啊。像爹爹和娘娘那样，高姐姐是不会答应的。别乱说话。高姐姐只允许宗实哥哥对她一个人好。那时候宗实哥哥同我玩的多了，高姐姐就不开心。有一回，宗实哥哥帮周姐姐也抄了书，高姐姐好几天都不理睬他，直到宗实哥哥发誓以后只帮他一个人抄书。官家有了最新来做皇储，今后宗室便不会做官家了。平常人家虽说也是妻啊妾的，毕竟不像宫中。涛涛若当真厉害，管住宗室不二色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妹妹慎言，最新来还小，官家春秋正盛，今后各位姐妹自会为官家多担皇儿。哎呦，我的姐姐，你也不至于这么谨慎。姐姐是不知，你在生最新来的时候，宫里姐妹都真心欢喜。自己没本事为官家担于子嗣，自然巴望着皇储之母，是个厚道人。至于那位，哪怕是现在巴结他的，都在得知他生了女儿后，大大的松了口气。徽柔，我们私下说的话，可不能对别人说啊。徽柔画了什么？姐姐看看。我觉得还没画好，我要重新再画一次。这孩子。怀杰，今日我不想画了。好，那公主休息吧，小人先告退了。不，我要让你陪我说话。桂花糕，我昨天省下来的，姐姐几天才给我一块儿，我们来分。公主自己吃就好了。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了？怀杰，你不要说什么不敢、冒犯之类的。如果你说了，我会很生气，很生气。怀杰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很好，我很崇敬你，实际上是我不喜欢你，很讨厌见到你的意思。公主说什么？那是爹爹对娘娘说的话，说娘娘很好，很对，还说没有爹爹，娘娘也可以当好皇后，也没有说娘娘不对。可是娘娘难过极了，她没有哭，也没有说什么。可是我知道，她比大哭还难过1000倍、10000倍。公主慎言。你别再说什么慎言慎言之类的。憋了这么多天，我连姐姐都没告诉，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了。公主，怀杰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在这里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好。但是公主也不能乱比呀。岂能把官家跟娘娘？这便是不敬了。或许也是不对。怀杰，夸一个人特别好，
比任何人都好，其实并不是很爱他的意思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娘娘也不是很开心。原来宫里每个人都很不开心。韩叔父，韩叔父这2日才到京吧？今日一早，茂则可知官家急召韩某入宫，所谓何事？官家一向倚重韩叔父，必是有重任相委。茂则只知昨日这个时辰，官家在崇祯殿见了范仲淹范先生。臣韩琦拜见官家。西北风烈，韩卿比2年多前离京时憔悴了不少。臣闻官家因忧边事，积郁成疾，臣悔愧，无地自容。官家曾谆谆告诫，要我戒急躁，终因这点惹了祸害。郝水川，臣愿受责罚。郝水川，岂是你一人之过？你之下，任福等将军虽忠勇，却侥幸冒进；你之上，朕始终难抑渴望建功的好胜心。朕此心，你们都是知道的，才酿成此祸。官家太过苛责自身。可认得出？是吕相的字，只是相比臣之前见过，似乎比例不大。他病了许久了，近日尤重。这幅字是数日前他托张德相送入宫中的。自冯氏原案结案，朕使之时政之弊，冗员除拖沓政务效率之外，更滋生奸佞、诓骗、欺凌。此乃国家之毒，百姓之害，非改不可。朕与吕夷简等人提及数次，吕夷简始终言道：“朕所忧虽是实，然而自古欲改制者多无善果。”上月朕亲去探病，他主动提出改制之事，问朕心中何为改制成败之关键。朕答：是民服。吕相说，这当是他最后一次为朕进言了。以圣人言，劝朕行事如何使民服。提拔正直的人，避开奸佞，百姓便乐于服从；反之，百姓便不服。吕相此言，朕深以为然，所以朕决定选任朝野内外乃至百姓心中最正直的臣子。范仲淹、韩琦、复辟入梁府，主持改制。臣以为，如今需改变现状的急中之急是吏治，而吏治又分现任官和未来官。素现任官风气在于明处治，而选未来官，则在科举。
熏香本是各位每日不离之物，然而近年西境所边，西域香料价高，民间颇有怨声。各位虽不是用不起西域香的，但为君分忧，为百姓引节俭之风，是我等当行之事。我和几位娘子商量过了，便琢磨出个有趣的节目——赛香、评香。宫内诸阁的娘子，这几日已经选定了上福局的香官，由香官出方子，娘子出资。亦有娘子出方子，让香官配制的。今日制成香丸，便请诸位夫人评出今日最独特不凡、清幽静心、费用最简的香丸。前几日张娘子说产后身体尚未恢复，不参加元月任何庆典饮宴。今日张娘子看上去气色甚好，可用了午膳，有精神来坐坐。公主尚离不了人，我也不放心将她交与旁人。不过她现在睡了，我便抽个空，也来参加娘娘的闻香会。给张娘子看座，添茶。我来呢，也不止闻香。原本我制香，只为给自己解闷儿，并不想凑这种跟旁人比试的热闹。谁知前几日，官家在我阁中极爱这一炉，说是香中仙灵，超脱凡品，定要我拿与旁人分享。于是，我便让静奴照着方子制了，拿来凑个趣儿。那再好不过了。方才在内殿，顾司是许内人与我已盯着各位姑娘，将来自仪凤阁、祥鸾阁等8阁的香丸，各放置于香炉之中。娘子们、夫人们见了，8炉香各有号码。夫人们不知是哪位娘子的香，放入了几号香炉，只有顾司是、许内人与我知道。一会儿我们会将这8炉香各置于后殿仪式内，请夫人们一一品闻，最终为自己最喜欢的1炉香投票。投的是哪一种香，今日便可讨得这种香方子1份，香2丸。得票最高者，皇后娘娘有礼品相送。今日议论时政，众卿畅所欲言，朕极振奋，受启发良多。如此论政，今后当常行，立为规矩，为今后行政之指引。范钦有一句话，朕深以为然：历代之政，久皆有弊，弊而不救，祸乱必生。祖宗之法是极好的，错就错在历时久矣。
纲纪制度逐岁松弛，恩印赏赐日渐无度，才有今日三阮。亦曰：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因此，为求纲纪在朕，变通必行。8种熏香，祥鸾阁许内人所配置的阁中香，与仪凤阁奴所配置的醉江寒票数相同，但以本次赛香的宗旨，阁中香所费用料不及醉江寒1成，自是阁中香夺魁。请娘娘过目。恭喜张娘子。不过就是一点游戏，当什么真？静奴，来，这是我为今日相会准备的彩头。奴才不小心踩到了衣服，请娘娘恕罪。可真是眼皮子浅，不过就是得了娘娘的一点赏赐，便欢喜的冲昏了头脑，摔碎了娘娘的赏赐，你拿几个脑袋抵罪？我看就该拉出去，现打20棍。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是静奴蠢，是静奴蠢。已经赏赐给你的东西，便是你的了。你摔碎了自身之物，国朝也从无查看臣下是否将御赐之物保持完好，若损则降罪的权利。静奴，你下去吧。我说了你无罪吗？娘子，方才娘娘说过，这是赐了我的东西，就算是摔坏了，也不应该责罚。娘娘说你无罪，我却没说。你梳头做官不如别人，输得丢脸。如今靠我阁中香小胜一场，却得意忘形，丢的依旧是我的脸。20棍，给我撵出去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！小人不是得意忘形，是小人蠢，小人蠢，请娘子饶命！娘娘，慧柔能不能问一句？你说。据女儿所知，许静奴是上福局44的女官，虽多应召在祥鸾阁做事，却还不是祥鸾阁的侍婢，便如秋荷一般。虽我姐姐看重她，多约她梳头，但她若有其他娘子约，我姐姐也拦不得。
女儿说对不对？是的。那么许晋奴既非在降鸾阁犯了错，又非损毁了降鸾阁的器物，更非伤了张娘子什么，更兼娘娘方才已判许晋奴无罪。那么张娘子当着众人面前定要行私刑责罚许晋奴，女儿以为与规矩不合。徽柔，你是晚辈，即便说的不错，也有失恭敬。向张娘子请罪。张娘子，方才我说话不够恭敬，是我不对。福康公主的请罪，臣妾受不起。四公主这会儿该醒了，定会找臣妾。臣妾这便回去了。静奴，起来吧。后殿之中已经准备了香料与香方，一会儿各位夫人便可去选了。那许静奴明明是看他眼色行事，故意给娘娘难堪，结果娘娘宽容不予责罚，他反倒是咬住不放。我当时打量着他的神色，开始骂许静奴不过做做样子，是许静奴那句“娘娘已经饶恕我”激怒了他。这孩子也是傻，原本以为自己冒着被娘娘降罪的危险去讨好他，只要娘娘宽容，便能从他那儿得到好处。谁知一句话说的，让他听起来就是娘娘说的话，旁人便无权反对，一下子犯了他的忌讳。他到底把自己当什么了？这后宫原本就是要听娘娘的，他还想越过娘娘去？他想越过娘娘，也不是头一回了。他凭什么？你说他凭什么？今日秋荷用来参赛的醉江寒，堪称绝品，连苏学士、宋学士那样的才子都惊艳而赋诗作词。阁中香虽有奇思妙想，但就香品而言，怎能比了？能得铜票，其一，可见那位今非昔比，在贵眷中已经很有了些用处。其二，还不是因为他提到了官家。且不说天底下能有几人不愿投官家所好，便说今日在座的都是女子，再看不惯他的为人，也从心中羡慕他能得爱人宠溺，对他的一举一动、一时一物，皆有模仿之心。谁说不是呢？从前倒没看出，姐姐也是心思如此细密之人。官家总说你最憨，可没瞧见你聪慧的时候呢。妹妹便别笑我了。从前我心中只有官家，便不用想那么多的事儿。他来，我便好好伺候他。他不来，我心中亦能念着他，度过漫漫长日。现在有了徽柔，又有了醉心来，
自会为了孩子多些警惕，长长脑子。而且你看回柔这性子，我真是担心啊，梦里都怕。那位睚眦必报的心胸，若有朝一日盖过娘娘去，定会想方设法加害回柔。自先帝景德年起，文资3年1签，武职5年1签，不问劳役，不分闲余。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，常思兴利去害而有为，众皆指为生事，必记之举之，非之笑之，而稍有差失，必群起己限。精辟。丹叔，你可曾还记得朕跟你说，你一会儿把这份范仲淹的奏议送到坤宁殿去，娘娘很喜欢范仲淹的文章。朕出去走走。你不必跟着，朕只走走，天黑就回来。公主，爹爹在用晚膳吗？你不当值了？官家不在，大约是去散步了。官家让我给娘娘送东西。那我跟你一块去坤宁殿。好。官家，你是那个给苗娘子梳头的女官，叫奴董秋荷。秋荷。起来吧。怎么了？受了什么委屈，还是有什么难事啊？你这孩子聪明又懂事，苗娘子和皇后都甚看重你，究竟是为何啊？有什么大难事，不能去向皇后求助的？难道有人逼你做什么你不想做的事？奴其实毫无难事，只是输了一场，全然没想到会输的比试，自己生自己的气，与人无关。这便奇了，那日竞赛梳头，赢者可升官，你未能赢，朕看你都毫无失落之色。这又是比什么？能让你偷偷躲起来哭啊？或者七夕那日，你也曾偷偷躲起来哭过？七夕时候，奴并不觉得自己输了。官家，七夕时候，奴技不如人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朕承认你技冠群芳，是因为朕有朕的考量，所以未曾选你。这下朕便更好奇了，你又是什么比试，真的技不如人了？
今日下午的事情就是这样了，我真是不懂，像爹爹那样文雅温和的人，连用晚膳吃到小狮子硌到牙齿都不让我说，怕人督之严格追究，说厨子只是一时疏忽，并非大罪，可割的是他的牙齿，却会被加重处罚。你说爹爹这样的好，怎会喜欢那无理刻薄之人，却不喜欢娘娘？你说呢？你不要又说什么不敢议论之类的，你知道我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臣在想，什么？若官家不喜欢娘娘，又怎会连前朝开心之事都给予与她分享？这怕是历代最得宠的女子都极少有的殊荣。可是爹爹不觉得张娘子不对吗？如果官家对张娘子一味宠爱，不分是非，又怎会当众让她换下与皇后撞色的被子？又怎会不许她用皇后的车辇？可是爹爹又时常纵容她呀。官家定是心疼爱护她的。公主看她的无礼，觉得厌恶；但是官家看她的无礼，只是无可奈何。而她对官家也必定与对他人不同。她不爱公主，但一定是极爱官家的。怀姐，你不进来坐坐吗？公主，天已经晚了，怀吉还要回官家那里复命呢。我不喜欢黑天，而且还有些怕，但从今往后便喜欢了，因为黑天里有个怀吉在看着我呀。朕没有试过你的醉江寒，不过说到阁中香，胜在离经叛道，几无从前任何熟悉香料的味道。是的，但其实若论香气绵密、层次之丰富，并非上品。但是所谓品质高低，意在于人的喜欢。今日既然得票相同，那便是同品。秋荷没什么不服气的。只是许继奴摔坏的那套奖品十分珍贵，出自名家之手。之前试香，娘娘曾赐我用过一次。奴听闻娘娘以此为奖品，简直不敢相信。娘娘却说她不善此道，放在她手中不过是多了一件需要擦拭灰尘的杂物而已。娘娘虽如此说，奴却足知娘娘心意。结果，因为奴的自负，他到了不知珍惜的人手里，落得如此下场。奴实在是觉得难过。你是真爱此道。看到好器具损毁，如同武将挨民居毁伤，剑客见宝刀断裂。你也不用懊恼，其实你也并非因自负而落败。你从小便在擅长制香的祖父身边长大，手艺水准、识香的本事自是极高。然而，历来制香的法则已入骨血，便是有意想与从前不同，却也很难真的离开套路。张娘子便不同了，她古灵精怪，才思敏捷，无任何经验套路，反而会在新奇二字上赢了你这位世家传人。是了呀，官家，奴不敢自称世家传人，奴家里只是……无妨，你想通了，便是朕没有白白耽搁。毕竟七夕那一次，朕是出于其他考虑才未选你。朕有朕的考量，但是对你不公。其实今日呢，朕想，也未必真的公平。官家一席话，奴真的不再纠结了。你不计较纠结，朕却要给你一个公平。你未能得到皇后的奖赏，朕便补你一个。奴不敢。
朕要赏你，你不从，那也是抗旨。奴不敢。你一时也想不出要什么，朕一时也找不到一套同样的香具。这样吧，朕便赏你一个要求，你随时保有。这个要求只要不违背纲常伦理、国法公规，你何时想到，朕都可以给你兑现。哪怕是你想嫁给新科的状元郎，都可以用这个许诺，让朕给你指婚的。谢官家。好了，天也晚了，也该回了。和你闲聊一番，朕心情大好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。”今日的经书便念到此，余下功夫我们讲文体。今日我便讲颂的写法，我先以当前时政写一篇颂。你们都过来，都过来。先生只是在赞颂我爹爹，是吧？既提到官家，那必然不会是不好。姐姐，快去研墨，我要把它抄下来。欧阳修顶着才子之名，竟不干好事，真是讨厌的东西。我那天在花朝节结识的王拱辰的夫人薛氏，我就问他，怎么不与他的亲姐姐欧阳夫人交往？他就说他的亲姐是怎么弃他庶出，瞧不起他，又说他姐夫是怎么几次当众羞辱他相公。欧阳修这般刻薄鬼，他早晚会遭报应的。对了，娘子，你最近真是越来越会做人了，非但跟你大伯家处得好，还通过他结交了不少朝臣内眷，连陈之忠家、文彦博家、王拱辰家都交往上了。以后这宫内宫外，便不会是中宫一统天下了。娘娘，徽柔，娘娘，把中午做的糖水和杏干拿过来。才放学，怎么跑得这么急忙？你看你头发都有些散了。娘娘，先生今天在上课时讲了如何写颂，然后写了这个：赞美爹爹贤明纳谏，尽贤能远奸臣。这数月间，晏殊入阁拜相，范仲淹、韩琦复辟得以擢升，朝堂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。石先生是太欢喜了，竟当堂作颂。先生大大夸奖了范仲淹先生、韩琦先生，然后指示了下总是大街。娘娘，你看，这里众贤之敬，如毛丝拔；大奸之去，如锯丝脱。先生文中虽然没有明说，可是序文中竟然是写到了。娘娘，你看，这里就是这里，这里说追耸枢密使敕，说罢了下耸的枢密使，对应了正文中的大奸之去。娘娘，徽柔说的对不对？先生序文中还讲了
爹爹提拔了范仲淹、韩琦，用了一大堆好官奏疏，免了夏竦这个坏官的枢密使职位。这是个天地人神、昆虫草木无不欢喜的大好事。娘娘，先生写的不对吗？不是写的不对，只是如此，以大奸惩之，丝毫不留余地，定会结怨。娘娘，对大奸大恶为什么要留余地呢？这朝政事，不能全用中间解释清楚。反正我知道，那夏竦是同张娘子的假婆婆好的，必然也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让她离开倾城，少对爹爹进言，这必然也是好的。天地人神、昆虫草木，无不欢喜。慧柔，不可妄言。娘娘若偏要这么说，张娘子这个好女人、好嫔御，慧柔不敢忤逆，慧柔不敢跟娘娘争执。可是娘娘非逼着慧柔这么想，这么说，慧柔确实做不到。慧柔就是讨厌她。慧柔，娘娘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喜欢一个人，尤其是讨厌一个人，是不可以完完全全的挂在脸上的，这样对别人不好，对你自己更不好。我不怕他。你不怕他，你依仗的是什么？他又不怕你，他又依仗的是什么？娘娘，我怎会与他相同？这件事情上，你们互相不怕，针锋相对，依仗却确实相同，就是你爹爹的宠爱纵容，疼惜爱护。慧柔，你不怕，并非谁都不怕。你不怕，你姐姐现在怕的不知所措。她那样温柔敦厚、与人无争的性子，如今却只怕自己不够能干，不懂算计，护不住你。口渴了吧？端过来吧。娘娘给你准备了甘草梅子糖水和杏干。这宫中御厨的菜肴做的虽精致，却也是几十年来无甚新意啊。朕今日看印书，脑子里竟有个念头：何日有人能将这东京城中那些菜馆的拿手好菜也写一本书刊印，广印千百册，那么内至晋中，外至边陲，便都可享用这东京城里每一样佳肴了。官家不说，咱们哪能想到，官家同各位宰执们议论着天下大事，心中竟还能想到京城美食。民既以食为天，朕心中若装着百姓，怎能不装着吃呢？官家，皇后娘娘求见。快请皇后娘娘进来。再去取一副碗筷，然后把朕的藏酒取来。是。夏爷，路途遥远，2架破车，3匹瘦马，带不了这么些个。夏爷，我是贬谪出京啊，带上10车金银，20个美人，还没出京呢，欧阳修他们弹劾的闸子就能把城门口堵上，到时候官家的圣旨，那就不是革职外放，那是砍头抄家了。要我说呀，你们就不要出京了啊！跟着我时间长的，那在西郊都能买个宅子了；跟着我时间短的，那也攒了不少了，是不是？年轻貌美，不如另投他人，要么再回到你原来的妈妈手里去。我出去办点事。
你们在这个功夫呀，自己也好好想想啊。要是想跟我走呢，每人只能带1个包裹。要是要留下来呢，这个宅子里头只要我没收拾的，你们看什么好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。夏爷，你们要若是真想报答我，也有一个办法，比跟着我出去受苦那强上100倍。夏爷，快说，是什么办法？快说说，快说。就跟你们楼里头那些唱歌的、勾栏说戏的姑娘说一说，这次谁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？嗯，就是那2个人。说说他们的恩怨，还有1个人的一件私事。是谁呀？快说，是谁呀？快说呀！大名鼎鼎的才子欧阳修。欧阳修。活字印刷，如今虽知道他、肯学他、会用他的书局甚少，但我觉得，日后他若能盛行，书价必会大大下落，百工、饮食无不可成书，不仅士人可读书，农人亦可读书。如此，自可正世风，启民志。大叔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官家，臣妾知道，官家不只要广印书、启民志，要整理易经、5经总要，更要裁冗员、整理制。这么多年，我努力地为国朝的农商百孔去除藩篱。10年之中，除开垦荒地、精耕细作，也畅通商务，发展工艺，收入剧增。只是这增出的收益都被冗官冗员消耗了。若只是如此，我还可以忍。但是从冯氏原案看，这吏治太过臣服，它不只是消耗国朝税收，它是坏了世风。但是我很期待，但是我也很害怕。动吏治对国家、对百姓的好处，百姓看不到；可是对涉及的官员，那可是割肉啊！这
都藏好了。嗯，多亏有你啊！哼，我现在可是连棺材冥纸全部都交代给你了。碧寒真是个重情义的。我本想着该怎么跟他开口才能出来，可他却先问我了，问我你何时离京，走之前总该跟你见一面。自然是，自然是。官家更是重情。他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往事纠结，你这次出来就是皇城寺报上去，估计他也不会怪罪的，说不定还能对我增加几分好感。你那母老虎，她不只是凶，她根本就是个疯婆子，把你害成这样。你太高看他的能力了，他算什么？不过是个借口。是朝里那帮人跟我过不去。都是谁啊？除了大监夏某，剩下在这上面出现的名字都是跟我过不去的人。哼，这宋写得好啊，给我列了一张单子，好让我一一把他们都划去。这回我要好好的用一用。这个王拱辰，碧寒最近跟他的夫人走得很近，要不要我？你如今只要好好的对张碧寒好。官家是重情之人，只要他认为你真的对张碧寒好，那些小节他就不会在意的。王拱辰这个人，我自有安排，不分你心。那就好。是不是最近又有了什么更合用的人，用不上我了？你现在外边的事儿最好不要沾手。我只不过是把王拱辰、欧阳修的那档子旧事再给他挑起来。我花大价钱养的那些姑娘，总得用一用，是不是？你不一样，我欠你的一辈子都还不清，怎么好再让你受牵累呢？你也别这么说。其实，你那母老虎变成伏龙老虎，不必说，不必说出来。人不为劫，天诛地灭。更何况你是为了爱我。
袁浩他们已经第9次要求议和，王耀成统领西线全线防守，又有狄青他们。袁浩虽有小胜，却也攻不破。去年一冬，他们饿死了不少人。王耀成说，今年他们的进攻已经没有了前些年不要命的气势，或可议和。狄青说，再饿他们一冬，等明年。我赞了狄青，朕赞了狄青，因为朕要让袁浩自己去了帝号，对我朝称臣。官家自不敢丢了祖宗基业，臣妾明白。若非如此，官家不忍用白骨换续命的。官家累了，睡吧。臣妾陪着官家。有了些得意时，我最先便想告诉你，我做得甚好。若那些做砸了的事，我晓得你会知道，便不想见你。可是担心忧惧时，我却总想着你。多像是回到小时候，陪着大娘娘。师父，我们难道就这么坐以待毙？自从上回官家对我说了那番话，我日夜睡不安稳。不坐以待毙，你想干什么？造反？师父，我便是一头撞死，我也不会想大逆不道的事。那你想干什么？贾婆婆和夏总勾结范山岩卖女口的证据，足以让他蹲几年牢房，至少滚出宫去。那有什么用？那还不如我当年便不让他进来。起来吧，别跪着了。那至少止损，不要让贾婆婆再兴风作浪，给那位积攒实力。廖子，官家那日说的几句话是金玉良言，你只要始终记得，便不会毙。啊？你只要不犯错，不触犯国法公规，便还是过着如今的日子，做着如今的差事。可是对手也在逼着你犯错，就像我，也在逼着张娘子那边。看谁先不肯坐以待毙，犯错，甚至是大逆不道了。做事情不能急，要有耐心。你不能看到对方的错刚露了头，便急赤白脸的让所有人看到，那是给他治病呢。
昨日臣妾来，原本是有件半大不小的事情想和官家商量的。是吗？徽柔已经满7岁了，有了少女的模样。从小又长在宫中，见闻非凡，比一般孩子都要聪慧。再去宫学，同那些宗室子半大不小的男孩子在一起，怕是有些不好。徽柔被人轻薄了？官家别紧张，那不是的。你不会无缘无故提这个？昨日，石介先生当堂写了篇庆历圣德颂。石介先生文笔气魄自不凡，但里头明明白白的赞颂了官家举贤能，去大奸。石介书生义气，真要改官制，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他们必会遭到有些人的愤恨。但是从头便招惹这怨恨，殊无必要啊！这些书生君子们心中有感必发，原也是挡不住，况且也是有利有弊。先生讲学，避不开引用时政，对于宗室子也是十分有益的。但是徽柔，她是官家的长女，半大不小的年纪，半懂不懂，很难跟她讲清楚其中利害。若是哪次她对时政妄加评判，被有心人听去了，怕是有些不好。你说的对，这点我倒是疏忽了。若非他昨天跑来找我，我也不会想到。原本公主也不必去宫学，只是我觉得我大宋的公主不是一般女子，虽日后用不上，却也得有这样名师讲经培养出来的胸襟气质。便如你，当年不也是自己跑去和一帮男孩子们一起到应天府做范仲淹的学生？可惜呀。也没什么可惜的。女孩子像我，又有什么好？徽柔虽非我亲生，却同亲养，实在是我心头一块肉。我倒只希望她永远娇憨、单纯任性，做一辈子的小女孩，懂得先生讲的那些大道理，把人都催得硬了，老了。以后徽柔的事，你做主就好。天章阁乃朕为先皇所建，封存先皇遗墨书籍，以致敬意追思。今日，朕焚香祷告，开天章阁，只求将所议之事报与祖宗得知。朕不才，祖宗制度原无疏失，奈何纲纪制度日消月清，今愿携两府重臣，亦在朕纲纪之道。
天圣6年，范钦上万言书，言改革吏治，财泰冗员，安抚将帅。朕当时尚未亲政，但深为赞同。时隔15年，终于能在先帝面前，请范钦畅谈改革实弊了。怀吉为范钦研墨。臣惶恐，实不敢当。范钦乃真国士，朕不过以国士待之而已。今日开天章阁，与梁府重臣议定，范仲淹所上奏的改制10条，除府兵一项，众臣恐有违祖宗之法在议之外，其余朕将亲笔下诏，2日后便昭告天下，见付实行。先从治冗员、京贡举起。但叔，你看，今诸道学校归得名师，尚可教人6经，专治国治人之道；而国家以辞赋取进士，以墨役取诸科，是皆隔大方而取小道。非指如今诸道学校专治国治人之道。臣妾还记得10余年前，顶着哥哥的名字跑去应天府听课时，先生便常教导：文以载道，文章若内容空洞，词藻再华丽，对仗再工整，都不是好文章，更不要说那些故意追求生僻典故的文章了。你可知为何？什么？为何科举取士现今依然以辞赋取进士，但各府各路的官学却早已改变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天圣5年，晏先生在南京给我写的信。当年他因上书反对大娘娘以朝廷公职施恩，被贬黜出京。当年朕只有17岁，最为依赖先生。先生要离京，朕十分惶恐。先生说，在京有在京的事做，在外有在外能做的事。如今科举取士之标准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呀，你把我的玩具抢走了呢！这儿，这个球球给你，来，过来！我就！哇！哎呀，你看你都是口水，擦擦啊！小心，走得太好了，来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啊？还要接着走啊？好了。喜欢这个吗？哇！啊！瑶瑶，怎么了？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命！有没有人？公主，怎么了？四公主被憋住了，快带我去看看。范仲淹提出学生按不同专长入读，各项分科，课程需学以致用。先生所说正中朕所想。朕当年虽未能亲政，科举绝对动不得。但是派先生这样的有识能臣去地方主政，改变学院的教学，却并非不可为啊。10几年的布置准备，今日终可去改变科举取士的标准了。
那一年，臣妾得以在书院听名师讲授，扩心胸、开眼界，却原来是陛下的圣恩。原来那一年的准备，不止养出了孙父、石介这样真正的大儒，还给朕自己准备了一位贤后。娘娘，娘娘，徽柔，娘娘，怎么了？姐姐说娘娘不许我去宫学读书了，她肯定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娘娘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徽柔是大姑娘了，在宫学总是跟男孩子们厮混在一起，虽是同宗兄弟，也是有些不好。况且我们的徽柔快8岁了，也该学一些女工刺绣了。可是爹爹和娘娘让徽柔抄《论语》、背诗赋、讲《左传》的时候说，徽柔不是一般的女子，爹爹的长女，大宋的公主，是要有名师开眼界、扩胸怀、增雅趣，所以一定要读书。娘娘会让司宫令每日去仪凤阁，给你讲经讲书。娘娘，司宫令的学问见识，同宫学的孙先生、宋先生、石先生一样吗？自是不如，但是教导你也是够了。那娘娘为何当年冒名去应天府书院读书？徽柔，娘娘跟你一般大的时候，《诗经》《论语》倒背如流，家里没有哪个哥哥弟弟能比得上我。徽柔，你说说，在宫学，有哪几次作业能好好完成？又有哪次在课堂上答得上先生的问题的？徽柔，你不是也不喜欢背子曰诗云吗？你还同爹爹抱怨过。从前不懂，偏偏今年喜欢了。哦，那你喜欢什么？你现在就给娘娘讲讲前几日先生教你的经文，再给娘娘说说，你为何喜欢。爹爹，娘娘，女儿确实蠢，不配在宫学与哥哥们一起读书。这就回去，天天在仪凤阁绣花缝荷包，